主后2023年3月14日，每日成恩讲读经，传福音的大计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到31节。耶稣调集伊12个门徒来，互因有权柄通赶邪神，医治逐款的症头甲病痛。这12使徒的名就是这个：第一是西门，嘛叫做彼得，甲伊的小弟安德烈；西庇太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小弟约翰；腓力甲巴多罗买，多马甲冒西的马太，达太甲阿里菲的囝雅各；革正党的西门，甲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。耶稣找这12使徒出去，吩咐因讲：恁毋通去外邦人的地区，毋通进入撒玛利亚人的城，只有着去找以色列家失迷的羊。恁去的时，着宣扬讲：天国要实现啦！恁着医好破病的人，互死人搁活，互麻风病人清气，搁赶出邪神。恁白白得到，嘛着白白互人。腰带内面毋免带金币、银币，也是铜币。出门毋免带旅行袋，也是2领内衫，嘛毋免带凉鞋，也是夹拐仔，因为工人得到食物是应该。恁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倒一个庄舍，着探听看，什么人愿意接待恁，才去住遐，住到离开。恁入去厝内的时，着甲因请安。这家的人若愿意接待恁，着将恁的平安互因；若无愿意接待恁，着将平安收回。毋接待恁、毋听恁的话的人，恁离开迄间厝，也是迄个城的时，着将恁脚泥的土粉搬互伊清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甲蛾摩拉的地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所受的搁较好忍受。着知我找恁出去，亲像送羊入去豺狼的中间，所以着亲像蛇遐尼灵巧，亲像粉鸟遐尼顺良。恁着提防，因为有人会甲恁掠去交互议会，伫因的会堂用鞭甲恁拍。搁为着我的缘故，恁会互人拖到总督甲君王的面前，来对因甲外邦人做见证。毋过，恁互人掠去审问的时，毋免烦恼要安怎讲，也是要讲什么。迄时，恁所着讲的会甲恁指示，因为伫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恁天父的神通过恁伫讲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；老爸嘛会安尼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爸母，甲因害死。恁会因为我的名受众人怨恨，不过忍耐到最后会得到救。因伫即个城迫害恁，就逃走去别个城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色列的城市，恁惊犹袂透，人子就来。学生袂超过老师，奴仆嘛袂超过主人。学生拄着的迫害甲老师共款，奴仆拄着的甲主人共款，安尼就有够。人都甲即家的主人叫做别西卜，何况伊家内的人？所以毋免惊因为无一项暗藏的袂露现，
嘛无一样秘密个袂互人知。我伫暗中甲恁讲个，恁着伫光明中讲出来；恁伫耳孔边听到个，着伫厝尾顶宣布。会害死身躯，却袂害死灵魂个，恁毋免惊。颠倒着惊会将灵魂甲身躯迄落地狱毁灭的上帝。两只七鸟仔，皆毋是卖一角银若定。恁的天平若无稳准，连一只都袂跌落地。恁的，连恁的头毛都拢有算计。所以毋免惊，恁比规阵七鸟仔搁较贵重。传福音的代价，传福音一直毋是一件浪漫的代志。伫一寡信徒的眼中，牧师好亲像光鲜亮丽、工作时间自由，特别伫原住民部落，牧师的身份好亲像头壳顶有光环，受特别的尊重，甚至社里甲族人相比，也若中产阶级。这互袂少信徒误会掠做牧职是一份轻松佮稳定的头路。实际上，牧者的工作并毋是安尼轻松。真侪时阵，部落小型教会的牧者反倒是需要资助的对象，因为小教会拢是老弱的信徒占多数，欠缺同工的牧者必须要一人做真侪人用。校长兼讲经需要具备多种才能，要爱面对徛起环境的不便。除了外在环境欠佳，有时阵也爱面对教会内部组织制度的无健全所带来的打击。或者若无来自耶稣基督的疼、刻苦耐劳的心志、坚定的信心，真容易灰心失志。马太福音第10章记述门徒的传道事工甲所付出的代价。伫门徒传道的过程中，常常遭受真侪敌意甲迫害。对今仔日的传道人来讲，也是同款。敌意有时阵来自非基督徒，有时阵也可能来自教会的同工和会友，甚至来自家己的家庭。耶稣用羊、龙群、蛇、粉鸟仔等这的动物来譬如传福音的处境，互龙群围困的羊仔袂堪得一个仔的攻击，若咬会活，通讲就是奇迹。传福音的人是受耶稣差遣，相信耶稣就是因得到保护的确据。无论拄着偌尔啊心怀歹意的人，耶稣会互因有够额的气力来面对。这提醒传福音的人，咱受到甲耶稣同齐经历受对立和受拒绝的过程。耶稣讲：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，毋过忍耐到最后会得到救。你的善良必须要有一寡锋芒。册年讲到，善良的人也通有原则、有立场。善良毋是软弱，忍耐也毋是无抵抗，温柔搁较毋是无脾气。拄亲像耶稣温暖地陪伴冒失杀街食饭，敢若为着要挽回伊的心。耶稣怒斥伫圣殿做买卖的人，敢若为着要维护圣殿的圣洁。总是面对大祭司的审问，耶稣却恬恬无应声。耶稣会做甲无要做，是因为伊清楚使命的核心。伫这大灾节期，
咱也纪念耶稣伫传道过程中受到的敌意和迫害。彼得前书第2章21节指出，为了这个，上帝呼召恁，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受苦，留模样互恁，要互恁通缀伊的脚步。基督已经为着咱受苦，为着要互咱跟缀伊的脚才行。虽然传福音毋是一件浪漫的代志，而且也会遭遇迫害甲患难，毋过咱也愿意继续做耶稣的门徒，跟缀伊的脚步行，因为确信耶稣的确会保守咱。默想，我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受到迫害，还是无怀好意的攻击无？我安怎面对？这个经历对家己的信仰有甚物影响呢？我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受到迫害，也是无怀好意的攻击无？我安怎面对？这个经历对家己的信仰有甚物影响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互我蒙恩成做你的儿女，通服侍你。求你坚固我的信心，伫遭受各样迫害患难的时，也会坚定仰望你，相信你会保护我、保守我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